公共空間到底係由邊個界定嘅呢？喺太子界限街就係一個迷你茶座、小茶几加6位雅座，人人可以免費坐低，另加一個植物屏風，一片美景。而策劃呢個 project 嘅，居然係一位中年阿叔。再睇一睇呢個茶座嘅靚景，一大片雞屎藤，沿住個竹棚爬到3米高，地下咧就擺住一盆盆嘅富貴竹、紅玫瑰、指天椒花，仲有成群粉嫩嬌柔嘅長春花。原來個茶座咧已經存在咗10幾年，全憑何先生一手一腳嘅搭棚栽花。抌出嚟垃圾桶咧唔要抌出嚟嗰度，咁你咪標埋落去，咪種下種生佢，咪係咁種啫嘛。佢又唔係阻住啲人，呢度咧又有咁闊嘅路，係咪先？咁又都唔係阻住啲車，咁啊見到青綠嘅嘢，啲人就梗係舒服啲嘅嘛。佢多年嚟都喺附近開檔，幫街坊做家居工程，見有街坊抌嘅凳仔植物，人氣我取，用嚟砌出一個小角落。農村出生嘅嘛，即係呢啲有乜所謂啫？你咪如果佢有蟲嘅，咪買啲農藥切下佢咁啫嘛，即係買啲肥咁，日淋下水咁啊，佢咪生咯。咪以為啲花草咧會自然生長啊，佢哋都要由何先生咧悉心照料，每日淋水，先至創造一個屬於街坊嘅秘密花園茶座。街坊咧得閒嘅時候就坐一坐，日日都讚不絕口。都幾有特色嘅，其實因為即係其實市區好少植物啦，咁佢有個好似個小花園咁樣咯。成日有人坐喺度傾偈啊嘛，所以我就留意咗呢啲花，睇下幾靚啊，有啲顏色咁啱行過綠色嘅。記錄香港有趣嘅公共空間群組，而街家居咧亦有關注到何先生嘅茶座。呢啲街坊智慧，官員又點會明啊？即係時間你會睇得到啊，譬如好多物件啲痕跡啊，譬如啲植物個高度生到幾高，佢可以躝到上埋個欄杆度啊，或者啲鐵通度。轉角有個花園，你話咁樣做幾得意？